內地網購平台興起，甚至一件包郵。10幾蚊咁，我就會覺得10幾蚊喎，唔係唔買啊！透一部電話我就可以買到晒我想要嘅嘢，好開心呢種感覺。而家物流咧都好方便嘅，第二日可能就到香港。試題嘅話，其實就唔使錢嘅，寄到屋企都唔會超過50蚊咯。淘寶嘅嘢咁平，佢哋當然係會搶到啲生意去啦。你知道香港人係好現實噶嘛，當然係買啲平噶啦，係咪？進入網購時代，線下嘅零售商要點樣求存？香港個成本咧就真係好難降落去，喺嗰個網購嗰度係有咁大量嘅購物啦，所以咧就對我哋本地嘅零售咧，的確係有一個挑戰嘅。其實客戶係分幾班嘅，只要我哋揾到嗰個客戶中意線下嘅體驗嘅，咁我哋都堅持會做呢一班生意嘅。歡迎收睇新聞透視。社交媒體上邊流傳網購攻略，教你喺內地平台買新鮮食品，好似係蒜頭、葱、菜等等，平過喺街市買，仲可以送到樓下嘅自提點。嗱，近年多間內地網購平台供港，大額補貼運費，咁市民越買越多，越買越平，仲越買越多元化。香港零售實體店點樣應戰？哇！ Jace 喺北角經營緊一個自提點。呢個禮拜一，佢喺開門前2個鐘就返到鋪頭整理下啲包裹。哇！開燈，但係想開工，首先要爬過呢座大山。你可以點處理咧？喂，唔好啊，冇跌落嚟啦！你執下東執下西，自己都唔知自己做緊乜。你幾危險！你行步路都好似隻蟹咁樣打橫行。咁多貨要執，係因為佢哋逢星期日冇營業，去到星期一開鋪就要面對堆積咗2日嘅包裹。獅子啊！獅子啊 ！Jace 經營咗呢個自提點2年幾，處理嘅貨物越嚟越大件，貨量咧係會增長多大概可能2至3倍啦。咁與此同時嘅時候咧，佢哋會合包嘅，可能由一件好細嘅件啦，咁已經突然之間去到好大件嘅件嘅時候，無論可能係喺攞貨嘅速度上啊、搬運嘅時候啊，都係吃力好多2、3倍嘅。哇！好重啊！執咗幾個鐘都未執完，不知不覺已經到咗營業時間，唯有一邊執貨一邊出貨俾客人。係 ，Hello A 幾多號啊？講俾我聽啊！好啊，唔該晒，慢慢小心啊！今日俾唔到你太近啦。好。呢件真係重啊，頭先嗰件。呢度第3件，唔好意思啊。好，呢一件，仲有一件啊，最後一件完成啦。冇啦，5件啊嘛。係啊，唔該晒。Jace 話網購成為咗部分香港人嘅日常，買得相當瘋狂。我以前有一個熟客，佢每一日咧都會係買差唔多有多達10 kg， 甚至乎20 kg， 每一日都好重。咁而佢每一日都係買好大包好大個，佢每次嚟攞都唔係攞1件㗎，都可能攞3、4件嘅。我哋呢度啲街坊佢都係話冇㗎，太平咪隨便買下咯。反正買唔啱嘅有退貨啊嘛。中意喺內地網購平台買嘢嘅仲有 Yuki， 佢呢日嚟到自提點拎佢嘅戰利品。今次一次過就可以到晒，所以我覺得其實真係好方便。咁我就可以一次過拎咁樣。等咗5日，終於拎到心頭好。一返到去，第一件事當然係拆開包裹睇下試下。呢個就係
新買嘅韓國 style 嘅袋，呢個係近排幾 hit 嘅一個 item 咁樣。呢個大約30幾蚊人民幣。因為其實旺角啊嗰啲街頭都有，但係好似都要賣成100幾200蚊港幣咯。電腦保護套啊，香港好少見，因為佢呢種質地係好舒服，可以嚟瞓覺嗰種質地，跟住我覺得好正。佢今次用咗600幾蚊買咗13樣嘢，唔好以為佢而家已經買得好瘋狂。佢試過1個月喺同一個網購平台買咗接近7000蚊。我每日咁樣去碌啦，電話啦，跟住我就會睇到，Oh my god！呢樣嘢又想買，嗰樣嘢又想買，跟住之後咧就會覺得其實如果因為佢單價其實都好平咯，跟住嗰啲10幾蚊咁，我就會覺得10幾蚊喎，唔係唔買啊，跟住之後就會咧好想買好多嘢翻去，透一部電話我就可以買到晒我想要嘅嘢，好開心呢種感覺。幫佢裝飾下。不過就唔係樣樣都咁啱心水。43蚊係啊，我睇下佢有冇得本地退先。佢好似就冇嘅，就當我自己飲咗杯珍珠奶茶。就算係咁，佢都唔會離棄內地嘅網購平台，因為佢追求嘅係性價比。我係一個比較貪心網購嘅人，跟住我會不斷買衫，咁不如我買啲平嘅，同埋可能質素都 OK，我接受到嘅範圍。旺中最平嘅話，其實都要差唔多70幾80蚊呢條針織嘅裙。咁但係其實如果我40幾蚊就可以買到嘅價錢，點解我要去旺中度俾呢個價錢呢？越嚟越多人中意網上買嘢。根據統計處嘅數字，舊年11月，零售業網上銷售價值超過37億，佔總零售業銷售價值嘅11.2%，比上年同期增加咗近30%。哇！佢哋係內地電商平台喺香港區嘅員工，呢日約埋一齊試食。呢個好食啊！試下呢個，真係新出嘅。佢哋最近準備緊年貨節嘅促銷活動。睇下有咩食品可以推介俾香港顧客。覺得喺香港市民嚟講，推薦咩餸係比較好啊？如果我擺喺全盒嘅話，我就會揀呢一樣嘢啦，因為我覺得呢個味道喺香港好難買到。佢哋網購平台已經進軍咗香港10年，而家喺大型促銷活動期間，港人喺佢哋平台落單買嘢，每日成交係破億元人民幣。港澳區負責人丁振才話：佢哋睇好香港市場。以前買啲可能平啲嘅，或者係比較性價比比較高嘅。咁我哋發現最近呢幾年，其實香港市民會買更加多長期主義或者品質更加高嘅，或者偏貴少少嘅商品。但係我哋最近都發現好多嘅大件家私啊、電器啊，或者啲定製類嘅商品，其實都多嘅。近年內地電商陸續供港，以包郵等等作為招來。2024年底，拼多多率先喺香港推出免運費優惠，只要喺指定嘅重量同埋體積範圍裏邊，可以包郵到香港嘅自提點。舊年嘅3月，京東推出買貴就賠，仲補貼自營家電可以1件包郵。到咗8月，淘寶都緊隨其後，補貼10億人民幣，推行1件包郵到港。成個電商嘅一個盈利模式咧，係睇我哋嘅規模效應嘅，所以其實我哋變相就係願意用短期嘅一啲投入，包括好似係我哋嘅依家嘅0元包郵啦，咁去換取就係後面一個規模嘅增長，所以呢個都係我哋對於香港市場嘅一個信心。妹妹過嚟，想問下你知唔知道呢啲係乜嘢筆？張太喺中環經營呢間文具鋪，呢日佢同孫女文文分享佢嘅文具珍藏，特別係呢個已經珍藏咗60幾年嘅萬年曆。不過我唔會送俾你嘅喎，我要留翻做鎮店之寶。張太嘅爸爸1936年開咗呢間文具鋪，喺中環屹立咗90年，見證住文具零售業界嘅興衰。淘寶嘅嘢咁平，佢哋當然係會搶咗啲生意去啦。你知道香港人係好現實噶嘛，當然係買啲平噶啦，係咪？對我哋係有一定嘅影響嘅。
因為我哋都做一啲學生啊、家長嘅生意係啦，學校啊等等。咁但係你話好大好大咧，又未去到嗰度，一半一半啦。筆芯配筆係配唔到嘅，有個原因就唔係一支筆芯可以好多筆用到嘅。佢哋大部分嘅生意都係嚟自中環寫字樓。為咗留住呢班客，張太揾個仔返嚟幫手，同埋搞網店，仲為中環區嘅顧客提供即日送貨服務。其實一般嘅零售業咧係好難撐嘅。以我哋嚟講，第一，我哋有我哋嘅自置物業，唔使憂慮加租。咁我撐住嘅一個原因咧，就係我哋呢個公司咧係喺中環屹立咗差唔多有90年啦。我唔捨得拆咗個招牌出嚟，所以如果能夠繼續做落去，我係願意繼續支撐住嘅。根據政府統計處嘅數字，本港零售業銷貨價值指數由2024年3月開始，連續14個月按年下跌，之後回升。由測量師行嘅數據顯示，舊年年底主要商場嘅空置率達到9.7%。按年增加5%。有測量師話，港人本地消費品嘅開支由2018年到而家降級消費24%，本地唔少零售業萎縮緊。除咗係超級市場之外咧，譬如一啲家品店啦，或者係家私啦，咁一啲大眾化時裝咧，都受到呢個網購熱潮咧影響嘅。咁佢哋有一部分咧，嗰個規模咧真係收縮咗。咁我喺香港買又係 Made in China， 我網購都係 Made in China。咁但係網購可能嗰個價錢係1/5、1/10，咁我點解唔網購啫？個問題就係喺呢度咯。佢又話：香港嘅零售租金由2014年最高位到而家已經跌咗超過70%，租金已經回落到一個好低嘅水平。但因為網購改變咗市民嘅消費模式，商家開設實體店嘅規模同埋模式開始轉變，可能將個規模由即係由100間減少到50間，或者係將個店鋪嗰個 size 亦都係譬如由3000尺減少到1000尺咁樣樣。實體店咧係俾你試下，俾你即係摸下嗰個服裝。咁但係佢可能佢嗰個款式啊或者 size 咧都冇咁全面嘅，可能你真係要去網購咧，先至有你 size 或者顏色嘅。咁所以其實實體店而家形式咧就係同呢個網購咧係可以話係互相去彌補嘅不足咯。面對激烈嘅競爭，本港零售業又可以點樣揾到生存空間？我哋下一節再睇。喺內地網購平台買1蚊嘅嘢，而家可以包郵到港。不過喺香港嘅速遞公司運一件貨，分分鐘要收30蚊。點解內地網購平台可以做到咁平？2024年本港陸路貨運總收益按年增加17%，物流公司賺大錢，到底利潤由邊度嚟？Bernice 趁住呢日放假嚟銅鑼灣行街買嘢。吳家姐姐，我想問你有冇新嘅呢個？好快就揀好要買嘅眼影 ，Bernice 即刻去下一站。因為其實呢個好百搭，諗住過節啊嘛，紅色。佢有保暖喎，咁呢幾日有少凍可以着。揀得快，買得快，係因為佢出門口之前已經諗定去邊間買同埋買啲咩。喺香港咧，大家都時間比較緊張，咁可能大家都要翻工咧，可能真係有個目標，我今日想買乜嘢，我就去嗰個地方買，咁就比較少時間喺條街度行。通常出親嚟都有個目標去買。就算忙到冇時間出街買嘢都唔緊要 ，Bernice 更加中意喺內地嘅網購平台買嘢。就算唔買特別貴嘅嘢，佢一個月起碼會用4000蚊嚟網購，
仲會加少少錢，一次過送晒去屋企門口。而家物流咧都好方便嘅，話2日可能就去到集運站啦。5點之前咧，如果你話pack 好咗嘅話，第2日可能就到香港。如果自提嘅話，其實就唔使錢嘅。有陣時有啲衫啊，我又唔費事即係去集運站嗰度，咁啊可能寄到屋企咁樣，可能都唔會超過50蚊咯。一件貨要由內地咁快送到嚟香港顧客手上面，一啲都唔簡單。一板板嘅貨物，每日由內地嘅倉庫送到嚟香港嘅中轉倉，工作人員會將貨品分揀到唔同嘅車仔，再送去各區嘅自提點或者自提櫃。鄧李能係呢間物流公司香港區嘅負責人，佢話早喺消費者落單嗰刻開始，後台已經規劃好物流路線。這個包裹上的標籤信息呢，是我們隱藏了其實我們的秘密武器的。這個代碼就是這個包裹要來到我們九龍城這個集散中心，然後這個代碼其實是消費者他家的，就是我們那個司機的配送區域。然後佢哋2019年拓展業務到香港，而家喺香港設有14個中轉站，超過600個自提點，同埋400幾個自提櫃，遍佈港九新界同埋離島。佢話喺香港嘅運營成本係內地嘅4至5倍。香港呢，我們遇到的挑戰還蠻多的。首先，香港是一個高樓密集，然後道路狹窄，交通相對來說比較擁堵的一個城市。然後呢，它的人力成本和場地成本都是非常非常貴的。對於我們香港的所有的同事，其實每天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有學者估計，每公斤貨運成本需要大概港幣15蚊。香港市民而家喺各個內地平台購物，大部分已經唔需要俾運費。內地電商需要大量補貼先至可以維持一件包郵。假設可能係幾蚊有幾 pack 嘅紙巾係咪？咁如果你要俾運費嘅時候，你嗰個運輸或者物流成本相對嗰個貨價就會好高啦。但係如果嗰個平台係用呢個包郵嘅策略嚟講，你個成本就會低好多。仲一定係有補貼喺度啦，呢個係亦都係一啲即係策略性嘅一啲行為啦，希望譬如打入香港或者一啲新嘅市場，去吸引多啲人用佢呢個平台。香港嘅市民都慢慢逐漸適應咗上網買嘢啊嘛。內地網購平台用銀彈攻勢，改變咗香港人嘅購物習慣。咁香港商家自己做網店又係咪咁容易呢？大眾嘅商品，即係可能日用品啊。或者小家電啊，呢啲可能去有機會一啲大嘅平台去壟斷，因為佢有嗰個規模效益喺度，佢入貨入得多，佢嘅成本會低，可能直接同一啲工廠去攞嘅，係嘛？咁你一攞就可能10萬件、20萬件，咁你對比一啲細型嘅，可能你每次攞幾百件，咁你嗰個成本已經係爭得好遠啦。咁亦都唔講後邊運輸啊、物流嘅成本啦。根據統計處嘅數字，舊年11月，零售銷貨價值超過337億，仍然比2019年1月疫情之前高峰期嘅481億下跌近30%。零售業界話，3年嘅疫情，好多人養成網購習慣，香港零售業嘅前景唔太樂觀。香港個成本咧就真係好難降落去。香港各方面啦，你租金好、人工好，一啲其他嘅皮費，其實全部都係一定係比內地係真係高好多。咁所以咧喺一個成本咁高嘅環境底下，突然間一開放，突然間喺嗰個網購嗰度係有咁大量嘅購物啦。咁所以咧就對我哋本地嘅零售咧，的確係有一個挑戰嘅。Herbert 係銅鑼灣呢間時裝品牌嘅行政總裁，佢呢日返到鋪頭，為特別活動做準備。Your stuff, right? Yes, that's it. Which one you like? I really like this one. 佢哋同印尼插畫家合作，推出聯成系列。呢日仲請埋佢過嚟幫粉絲畫畫。即係喺呢啲經濟咁差嘅環境，我哋去做呢一件事，你覺得點樣？你可以選擇喺低位嘅時候去玩你想玩嘅嘢，你都可以喺高位嘅時候去做一個嘅突破。呢個品牌曾經係80年代嘅潮牌，不過喺2020年撤出咗本港市場。
Herbert 幾年前投資過千萬攞到品牌嘅香港經營權，咁再喺銅鑼灣開設4000尺嘅地鋪，鋪入邊仲開埋咖啡店，希望吸引更多客。其實真係都幾驚㗎，你知道而家個經濟環境咁樣，今次我哋每一樣嘢都講求質量啦。咁你見到我哋咖啡質量啦、衣服嘅質量啦，全部都係做到極致嘅。性價比唔係一定係用價錢去衡量咯，係要質量同價錢去比較。某啲 online 29蚊件 T 恤都有。當收到一件好差嘅，其實你問我係咪好性價比？調翻轉係一件負性價比嘅衣服咯。Herbert 讀設計出身，呢度大部分產品都係佢同團隊親自去設計。一件衞衣都要成1000蚊，希望用質素嚟吸客。都有好大班客係希望買一啲有質量嘅衣服，譬如話塊面料好靚，講冇用啊，睇照片冇用啊，真係要摸下嘅。同埋我哋自己覺得衣服係真係要試上身嘅。其實客戶係分幾班嘅，咁只要我哋揾到嗰個客戶係中意線下嘅體驗嘅，咁我哋都堅持會做呢一班生意嘅。根據城大嘅調查，舊年第4季，本港消費者生活消費狀況信心指數比上年同期上升3.2%，係眾多類別裏邊最高。謝友安儀認為，電器同埋食品喺法例上已經有品質嘅要求，某啲進口嘅貨品亦都要有品質保證。呢啲嘅品質保證對提升本地零售業好重要。點樣去令到我哋嘅產品係有差異化啦，有獨特性啦，甚至我哋嘅quality 啦，我哋嘅品質方面啦，我哋都係會俾到一啲比較好嘅品質。喺一個即係冇得再低嘅情況底下，點樣樣能夠係將我哋嗰個嘅貨品嗰個嘅 value 可以俾到我哋嘅客人？舊年第3季，本港私人消費開支達到5400億，較疫情前同期上升15%。香港人仲捨得使錢，商家都要諗下辦法留住客人。今集新聞透視講到呢度，再見。